總裁，我睇咗中山咁多大平層，好似你今日呢套咁170平方，有咁大個廳啊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啊！人哋買170平方，得140平方，你買170平方，佢真係有170平方俾到你，咁大個廳，你就算週末約埋10幾個朋友喺度開 party 啊，一啲都唔會覺得細啊！部廳大就算啦，連陽台都咁大，仲要係波浪形啊！哇，呢個陽台實在太正啦！我覺得你屋企嘅餐廳都可以唔使要啊，直接喺度擺張餐台，朝早喺度食 breakfast， 夜晚喺度食 dinner， 仲可以望住咁樣嘅城市景觀，呢種心情真係特別靚啊！仲要係私家電梯啊！哇，嗱呢個隱私性咧同你做到滿啦！喂，再睇下呢邊，仲有咁大個空間啊，擺部跑步機喺度，朝早起身先嚟跑個步，60歲啊身材都唔會走樣啊！仲要帶埋精裝膠布啊！嗱，全屋嘅173平方，一共同你做咗4間房，你而家見到呢啲咧就係佢哋嘅交付標準啦！嗱，而家跟我鏡頭咧入嚟睇下啲房屋先，每個房間空間衛生間一啲都唔細，呢個小區犀利啦，總共先得128套啊！呢種咁樣嘅隱私性、私密性，直接同你拉滿。你睇主卧都唔細啊，仲帶埋獨立嘅衣帽間，呢個空間咧下數啲衫一定夠晒擺啊！嗱，總裁，中山城區